这时候大家不要吵啊哈，做好自己的功课，我去换你们班主任过来哈。不要做这样的！做这样的喂！等你想點啊？我大爺而這樣的，笑咩喺佢笑啊？跟手企身！喂，幫我支開呢塊。你做咩冇企身啊？支開啊！喂，你手係咪係識得跳舞噶嘛？做咩個手綁喺嗰個凳那度啊？呢，他綁我的咯。吞出嚟！再熱有冇正經事？係着件衫先着得咁靚，咁中意笑哈？兩個人面對面笑成這樣，先生，我睇邊個咁笑？上課喺個大聲亂講亂，隔離班無知以為做咩嘢嘛？係個笑，係個笑，當我冇到，看對方啊，看邊呢？看冇啊？